之後咧就係呢個殉教之戰裏面啦，一個歷史上面嘅戰爭喺度進行嘅。咁啊呢度就死咗好多人，咁啊呢度亦都有一個千人冢咧，就撞咗成1000人嘅，就係喺殉教戰裏面啊，即係德川幕府啦，就對付天草裏面嘅基督徒啊。呢個係有宗教嘅撐腰，就算歷史上面嘅叛軍，由於同宗教一樣，所以都同今日基督教一樣，所以亦都願意為佢立碑呢。然後就係天草四郎嘅石像啊，咁啊好奇怪就係點解歷史上啊一個咁嘅叛軍首領會被立像呢？仲要係而家政府立像呢？咁真係可以諗下究竟咩係叛軍呢？定係為咗遊客生意，叛軍都係願意幫佢立碑呢？定係話佢根本就唔係啲咩叛軍呢？咁呢樣嘢非常之有趣嘅。完呢個之後呢，就覺得歷史上面都係充滿住篤灰啦、派間諜啦。咁啊，呢個就甲賀忍者間諜啦嚇，入去潛伏篤灰。咁啊，呢歷史上面好多嘢都係重重複複咁啊。亦都係即係推咗一個未成年17歲嘅僆仔啦，唔知點解好似同香港好似，都係有啲未成年嘅人都走咗出嚟咁啊，去抗爭咁樣嘅。咁啊，即係到最後咧，即係呢件事就係真係好殘酷血腥咁樣去終結啦。咁啊，歷史係由勝利者去寫嘅，即係所以咧，即係天草四郎都俾人寫到又識魔法啊，係邪惡嘢啊，即係。佢令人害怕咗呢個基督教，咁啊，真係睇完之後都係覺得歷史係不斷重複嘅。咁啊，身後就係基督資料館啦。咁啊，其實咧，香港人嘅身份都係一種生活方式同埋一種信念嘅組合，而基督教咁啊，某程度上都係一種生活方式同埋一種信念嘅組合。咁啊，歷史上嘅德川幕府就對付呢個基督教就有一場戰爭。咁會唔會有人為咗對付香港而發動一場戰爭去消滅香港人呢？呢樣嘢大家都可以深思一下。